修行心得，你是地球的主角，但不必當地球的主宰。井號我的 line 一直是 Lin 下沒變。凡是看到我這篇文章的人，就必定會財運爆棚，人人愛你，自信霸氣，永遠健康，智慧無限，逍遙自在。我說你會，你就會。前言斜線寫文章緣起，最近有好幾個人找我占卜，他們斜線他們的心理問題都一樣，都是一般人會遇到，又不知該如何解決的問題。恰好我今天有空，今天就寫8篇文章，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講清楚。這是第7篇，講你是地球的主角，但不必當地球的主宰。正文：學習吸引力法則、顯化法則的人可能會走火入魔，進入一個誤區，那就是覺得自己是宇宙的神，自己無所不能。那我告訴你，這是錯的。這樣想會崩潰，會過度承擔不必要的責任。的確，吸引力法則、顯化法則能幫你顯化這個地球上一切你要的東西，但是這不代表你成神了，你還是在利用宇宙的力量才能完成這件事情。你還從某個人、某篇文章、某本書上看到原來還有吸引力法則這回事，才知道如何使用。你不是原創的，就知道這些道理。所以，既然不是自己的原創，請保持謙卑。吸引力法則可以讓你成為宇宙的主角，讓你要錢有錢，要愛情有愛情，要人緣有人緣，要美貌有美貌，就成為全地球萬眾矚目的焦點，成為人人羨慕的對象。但是你不是宇宙的主宰，你還沒厲害到能控制我們宇宙中的一切，但也不必到這麼厲害的地步。成神有何意義？沒有。老老實實承認我們不是宇宙的母體，我們不是宇宙本身，但我們可以調動宇宙間的一切力量，整個宇宙會聽我們指揮。很多修靈性的人太執着於強化自己的力量，雖然強化自己是對的，但不必每一件事、每個細節都把控。你需要放鬆、輕鬆，理解我給了宇宙一個指令，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，放輕鬆面對、觀賞並體會我的願望已經成功的感受，重複的念或者想你已經達到目標了這個簡單的步驟，剩下的完全放心的交給宇宙完成，你就能獲得宇宙主宰給你的一切，你就能成為宇宙的主角，就這麼簡單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